歡迎收睇第39集《探店日記》。不過今次華仔要帶大家嚟到一個唔一樣嘅地方，佢就係紐約華人文與體育總會嘅辦公室。今次呢場探店探訪嘅唔係美食，而係一份堅持多年推動社區體育發展嘅夢想。紐約華人文與體育總會簡稱華體會，2012年成立，係一間非牟利機構。14年嚟，華體會一直致力推動體育運動、康樂活動同社區參與，希望透過體育作為橋樑，俾唔同年齡層嘅朋友都有機會參與其中，培養健康嘅生活方式，提升身心質素，同時增強社區嘅凝聚力。華體會舉辦嘅項目亦都非常豐富，包括各類體育比賽、青少年體育培訓、青少年發展計劃、康樂體育活動、學校體育合作計劃、成人健康運動計劃、青少年領袖培訓以及義工計劃等。而今年9月27日，華體會將會喺布碌倫隆重舉辦3項大型體育賽事：第10屆中秋杯紐約9人排球邀請賽、第4屆3對3籃球邀請賽同埋第3屆少年足球邀請賽。到時嚟自唔同地區嘅運動員將會齊集紐約，以求會友切磋球技，一齊發揚團結拼搏、積極向上嘅體育精神。要舉辦一場大型體育盛會，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由賽事籌備、場地安排到後勤保障，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同埋社會各界嘅支持。華仔呢幾年一直都好關注華體會嘅發展，亦親眼見證佢哋默默堅持、無私付出。佢哋一直希望透過體育為社區創造更多機會，亦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好嘅成長平台。所以華仔都希望借住今集探店日記，誠意邀請各位熱心社區嘅朋友、企業商家同埋社會各界人士一齊支持將會喺9月27日舉行嘅3項大型體育賽事。無論你係贊助、合作定係親身參與，你嘅每一份支持都係推動社區體育發展嘅重要力量。